10月29號，加拿大星島焦點新聞，網台主持人傑斯等待2年半，終於獲批政治庇護。因為2019年社會運動獲罪，服刑近2年，喺2023年出獄之後移居加拿大嘅網台主持人傑斯尹耀星，星期二晚喺網台節目公佈自己正式獲得加拿大移民部 IRCC 批出政治庇護啦。佢首次公開自己係以申請政治庇護嘅途徑留喺加拿大，又話星期二啱啱出席咗審核佢申請嘅聽證會，獲確認批准庇護。57歲嘅傑斯透露，自己嚟到加拿大2年半，形容過程漫長，但2年半等待終於獲批，未來可以申請成為永久居民。佢話知道有好多 Stream A、Stream B 嘅人都等緊 PR， 而自己呢就係 Stream C， 而家呢要陪大家一齊等緊話。佢又感謝加拿大選擇收留自己，形容10月28號對佢意義重大。下載加拿大星島應用程式，瀏覽更多新聞。